在现代社会，极限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。这些运动以其高风险、高刺激性和挑战性，吸引注重多热爱冒险的人们。从滑雪、冲浪到攀岩和翼装飞行，极限运动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，更是一种自我挑战和心灵探索的过程。本文将深入探讨极限运动的定义、魅力、风险以及未来发展，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一运动文化。极限运动的定义：极限运动通常被定义为那些极具挑战性且具潜在危险的体育活动。这些运动不仅需要参与者具备高超的技术，还需要坚韧的心理素质和冒险精神。无论是单独的极限挑战，如高空弹跳、滑翔伞，还是团队合作的极限运动，如越野摩托车、攀岩赛，每一项都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和挑战。在这些运动中，参与者经常需要在极端的环境下完成任务，如高山、海洋或城市的高空。这种情境不仅考验助运动者的技巧和体能，还需要他们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和迅速应对危机的能力。极限运动的魅力：极限运动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体验和挑战自我的机会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肾上腺素的刺激。极限运动所带来的肾上腺素激增是许多运动者追求的主要原因。当面对高风险的挑战时，身体会释放大量肾上腺素，这种化学物质能使人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活力，让人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烦恼。二、自我挑战与成就感。极限运动使运动者能够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并在克服困难后获得成就感。每当成功完成一项困难的动作或挑战，运动者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，这不仅提升了自信心，也激励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勇于面对挑战。三、建立社群与友谊。极限运动通常吸引住志同道合的人们，共同组成独特的社群。在这些社群中，参与者能够相互支持，分享经验和技术，形成一种强烈的凝聚力。这样的友谊不仅存在于运动场上，还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四、接触大自然。许多极限运动都在户外进行，如登山、冲浪和滑雪。这使运动者能够亲近大自然，享受自然的美好，并在运动过程中感受到与自然的连接。这种与自然的互动对心理健康有助积极的影响，能够减轻压力，提升心情。极限运动的风险。尽管极限运动带来许多好处，但其潜在的风险却是不可忽视的。以下是一些主要的风险因素：一、受伤风险。由于极限运动本质上的高危性，受伤的风险非常高。许多运动者在挑战自我时，可能因技术不成熟或环境因素导致摔伤、扭伤甚至骨折。这就要求运动者必须进行充分的训练和准备，以降低受伤的可能性。二、心理压力。极限运动除了身体上的挑战，还对心理素质提出了要求。面对高风险的环境，运动者需要保持冷静，随时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。这种心理压力可能会导致焦虑，甚至影响到运动表现。三、天气与环境因素。许多极限运动都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，如滑雪时的雪况、攀岩时的气候等。这些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运动者的安全造成威胁。因此，了解和评估环境变化是参与极限运动的重要前提。如何安全参与极限运动？尽管极限运动有其风险，但通过合理的准备和安全措施，运动者仍然可以安全地享受这些挑战。一、专业训练。参与者应该接受专业的培训，了解所参与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安全知识。无论是报名参加课程，还是向有经验的运动者学习，这些都是减少意外发生的重要步骤。
二、适当的装备，在极限运动中选择合适的装备是至关重要的。这包括保护装备，如头盔、护膝等，能有效减少受伤的风险。运动者应根据运动项目选择相应的设备，并定期检查其安全性。三、选择合适的环境，初学者应该选择相对安全和适合的场地进行练习，避免在风险较高的环境中挑战自我。随着技术的提高，在逐步向更具挑战性的环境迈进。四、与他人同行，许多极限运动都可以与朋友一起进行，这不仅增强了安全性，还能增加运动的乐趣。与他人同行时，可以在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，共同享受挑战的过程。极限运动的未来发展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，极限运动的未来将更加多样化和普及。新兴的运动项目层出不穷，例如滑板、攀岩等项目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，这不仅提高了极限运动的知名度，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。此外，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的发展，使得极限运动的参与者可以轻松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挑战，这样不仅增强了社群的互动性，也激励了更多人投身于这一领域。透过视频直播和社交平台，运动者能够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粉丝群体，这对于运动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总结：极限运动作为一种充满挑战和激情的活动，吸引住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。它不仅是一种运动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让人们在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中，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虽然风险不可忽视，但通过合理的准备和安全措施，参与者依然可以安全地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。面对未来，极限运动将继续发展壮大，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惊喜。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，让我们一起勇闯生命的边界，挑战自我，迎接更多的可能性。